从嘛许多的嘞，这些的嘞，俺容易呢，得让这工的这些的就把还就该做情报有，大陆前中的弄的，想把来求等级把动，干预质量级别利用你利用。稍等，那个翻译一下，因为还有。翻译一下，因为很多是国内的新浪啊，还有那个我们国内的媒体，可能他们听不懂啊，能听懂吗？听不懂吧？有多少听不懂的举手一下，我看看来。好，对，这媒体我们得说一下来。就你妈翻译最好，因为他说的是安多语。那个尼玛来翻译一下来，前面来。我也不一定全啊。你真是来赶样子上架呀！你用英文来翻译就完。OK。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总的来说呢，是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藏族女歌手曾阿拉姆，非常荣幸，非常开心能够参加巴拉格宗的这一张专辑。之前说的大概是这样。好，继续。其中的弄的想把来用求等级把都干预质量级别来用你来用。等你大人就过咁的东西呢，把它跟做一个萨克的，这样我们那用了关键切记。好，来继续。哎呀，我不是专业的啊。对，但是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唱了2首歌，一个是香巴拉佛塔，一个叫就这个。对，另外一首歌我不记得。爱的方向，这2首歌。这2首歌包括演唱、拍摄呀那些都非常好。大概。这都得比巴拉跟这个日期那什么的，这比中间开的准备呢，每日的人力的奋斗，每日的班就配就小时，你把全部谈的呢，起码有6千的学生的公民广东配活动，马车巴拉跟做一个人这种开的第二天，就是那等着做些比做不做没用啦，可是得谈到下完两周有为，这希望的是过点钱。我再说一下嘛，说的长了一点。说的长了一点。说嘛，我故意忘来的。好像大家都听懂了，鼓掌了。这个他说巴拉格宗美丽的巴拉格宗是一个有藏族文化底蕴很深厚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包括老总对藏族音乐呢也非常热爱。总之呢，有些我漏掉了，感谢大家，感谢所有的朋友。